的愛，讓我踏上重生。我叫做梁思聰啦。我叫蔡小霞。我叫吳彩文。因為我希望多啲人可以接受到神嘅祝福。姊妹歌咧，同我嚟學習，同主人啲靈魂。因為我覺得傳福音係神頒布俾我哋作為神嘅兒女嘅大使命嚟嘅，咁我哋本身就應該參加喺其中，而且福音咁正，你唔係傳俾人㗎嘛？我覺得遍傳就係傳福音同埋去關懷一下需要關懷嘅人。變短是為着人類嘅靈魂能得救。世人就是大家也都袂曉咧，真實嘅主是救靈魂咧。遍傳係我覺得係最快可以經歷神奇妙而偉大能力嘅作為嘅一個時間，而且仲可以有一個與神同工嘅機會，可以親身去體驗一下。我就係想對大家講咧，快啲報名參加遍傳啦，因為咧為神作工嘅人，神會特別祝福佢嘅。就是鼓勵在下一代忠心同主侍應，做一個神所要侍應嘅家庭。今年嘅遍傳嘅口號係傳揚主愛，生命滿載。我希望呢句口號唔淨止係一句口號，可以成為我哋生活上面嘅人嘅激勵啦。咁喺我哋生活當中都可以體現到出嚟咯。你的愛承載着沉重，讓愛啟開。